耳其外交部长乔乌什欧卢在4月20日接受电视采访时回答了记者有关东突厥散问题的提问。他说，东突厥散问题对土耳其来说很敏感，土耳其正在履行这一方面的责任，并将继续这样做。在与中国间的关系中，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东突厥散问题，我们表达了对这个问题敏感和希望。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我们与维吾尔人享有共同的宗教、文化、民族和历史关系，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会因维吾尔族的问题与中国敌对。我们对中国说，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当然你对国家安全也很敏感，你国家是否存在恐怖主义，但我们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认为将无辜的维吾尔人看作恐怖分子是不对的。乔乌什欧卢还谈到了派遣代表团到东突厥散的问题，并重申土耳其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时提出这个请求，但是该代表团尚未得到中国的允许。最近，土耳其反对派批评土耳其政府在东突厥散问题上的立场，这已成为议会和媒体的热点。土耳其未来党主席达乌提欧卢在4月19日接受私人频道采访时，再次批评了土耳其政府，称土耳其目前对东突厥散的立场是土耳其历史上的污点。积极推动电动车，期待在中国市场取得一定市占率的德国大众汽车，2013年启用其在东突厥散乌鲁木齐的工厂。然而，面临维吾尔强迫劳动议题争议不断，该公司也不得不面对回应外界质疑。根据德新社报道，这家德国汽车制造巨头的中国运营负责人沃林斯丹周日在上海对记者说，该集团的行为准则适用于乌鲁木齐的大众汽车工厂，而相同准则也适用于大众的其他工厂与其在中国的供应商。他说，像强迫劳动这样被人诟病的话题，在我们工厂是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是直接雇佣员工。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决定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的2项“一带一路”协议。欧洲外长培恩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他根据外交关系法决定取消共4项协议，包括维州在2018年和2019年与中共发改委签署的2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培恩说，我认为这4项协议不符合欧洲的外交政策或不利于我们的外交关系。欧洲政府已拒绝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签署国家层面的谅解备忘录，但维多利亚州州长于2018年和2019年与中国达成2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称这会给维州带来中国投资。除了维多利亚州2份“一带一路”协议，欧洲当局周三还宣布取消该省分别在1999年与叙利亚和2004年与伊朗签署的2份协议，这2份协议都与科学研究和教育合作有关。在博沙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举行的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介绍说，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达9.2万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博西亚洲的论坛上说，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已达到9.2万亿美元，中国投资了1360亿元人民币，超过10亿美元。此外，中国在过去8年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合同，金额达9409亿美元。荷兰国民日报披露的一份隐藏了10余年之久的报告显示，中国华为集团被指曾经可以任意访问荷兰皇家电信移动网络的信息和客户数据，特别是时任荷兰总理央·彼得·巴尔科嫩德的电话通话内容。
荷兰国民日报17日报道称，根据一份2010年完成但一直秘而不宣的调查报告，华为集团获取了荷兰皇家电信移动网络的所有信息，包括2002年到2010年之间担任荷兰总理的鲍尔科嫩德的电话通话内容，以及其他内阁成员与人通话的内容。国民日报查询的凯捷管理顾问公司的调查分析结果令人震惊。报告不仅明确警示华为对荷兰政府及荷兰企业带来威胁，而且威胁到荷兰中国异议人士。美国政府一直禁止在国家机构使用华为设备。